啊哈！今次我飛咗去印尼參加 Dieng Caldera Race 45公里。比賽朝早5點開跑，喺 Dambi Tea Resort 出發45公里，聽落好似唔算好長，但你知唔知今次嘅總爬升有幾多？係3200米啊！一開始天氣涼涼地，跑得幾舒服，點知真正開始依家先開始。第一站補給之後，就開始攻貓善朵羅。貓善朵羅係印尼其中一座好出名嘅活火山，海拔3153米，山形好靚。成座火山好似一個完美嘅圓錐體，所以好多登山同攝影愛好者都會專程嚟挑戰。差唔多爬咗3個鐘，終於上到山頂。企喺山頂呢一刻真係好感動，因為1年前喺 Sigourney Hill 睇日出，遠遠望住呢座貓善朵羅嗰陣，同自己講下次我一定要企上去。估唔到1年後我真係做到咗。夢想有時真係一步一步行翻嚟。落山之後以為輕鬆，唔好意思，後面仲有2座山等住我，貓士勃德同埋貓石德勒，一路穿過菜園、茶園、小鎮，再加上無數嘅上上落落，去到傍晚開始起大霧，天氣越嚟越凍，之後仲落埋雨。呢個時候靠嘅唔係體能，係意志力。終於晚上7點25分，我衝過終點，一共用咗14小時25分完賽。山唔會因為你變矮，但每翻過一座山，你都會成為一個更強嘅自己。好啦，我哋下集見，拜拜，完。